你好，歡迎你，我係619，為你聲音導航。最近尋秦記大熱上映，619都趁一趁熱鬧，講下秦始皇同外星人接觸嘅傳說。秦始皇嘅一生充滿謎團，由佢嘅出身到統一六國嘅霸業，再到佢求長生、見陵墓。但其實佢一生中最奇幻嘅一次經歷，記載咗喺一本叫《拾遺記》嘅古書裏面。呢次經歷有10米高嘅巨人，潛入深海嘅裸形飛船，仲有會自己發光嘅神石，聽起嚟完全係科幻片嘅情節。我哋唔急住判斷真假，而係要好似聽一個千年奇幻故事一樣，身臨其境咁睇下古人到底記載咗一場點樣嘅超現實會面。公元前3世紀末，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中央集權國家。咸陽宮裏面，呢位千古一帝嘅心態正從征服土地轉向征服時間同宇宙。佢瘋狂迷戀長生不老，不斷派徐福等方士去海外尋找仙山同不死藥。秦始皇為佢嘅朝代製造咗一種對未知同神力極度渴望嘅氛圍。就喺呢個時候，一批極不尋常嘅使者要求覲見。書中話佢哋來自宛渠國，呢個國度喺邊？冇人知，只係知道距離中原極之遙遠。呢班人嘅樣貌好嚇人，身高10丈，秦朝一丈大約2.3米，即係呢班使者有成23米高，等於一棟7、8層樓嘅高樓大廈。佢哋嘅衣着亦好原始，用各種鳥獸嘅羽毛編織而成。巨人乘坐嘅交通工具叫輪波舟，書入面記載佢嘅外形就好似一隻巨型嘅海螺。輪波舟有好驚人嘅功能，佢可以潛入海底航行，沉行海底而水不侵入。呢9個字嘅描述係唔係同現代潛水艇嘅概念一模一樣？巨人為秦始皇獻上咗一件寶物，一種叫鹽石嘅礦物。據講呢種石頭係嚟自一個叫鹽海嘅地方。鹽石嘅神奇之處在於佢能量嘅密度高得難以置信，只要拳頭咁大嘅一粒，就可以照亮成個巨大嘅宮殿房間，光如白晝。所以秦人叫佢做夜光之璧。呢種描述指向一種高效、持久、穩定嘅人造又或者超高密度嘅天然光源。呢班宛渠國使者話佢哋嚟秦國唔係嚟進貢珍寶，亦唔係嚟請求結盟，佢哋似乎係嚟分享知識，又或者係嚟展示身份。佢哋話自己見證過天地初開嘅景象，仲向秦始皇生動咁描述遠古時代乾坤始奠、陰陽初分、龍蛇橫行、洪荒一片嘅壯闊場面。秦始皇畢生追求嘅就係超乎凡人嘅界限，佢統一空間，消滅咗六國，又想征服時間，渴望獲得長生。而呢班人竟然聲稱自己係從時間開端行過嚟嘅見證者，佢哋掌握嘅唔係疆土，而係宇宙嘅起源。呢啲終極知識簡直擊中咗秦始皇內心最深層嘅慾望。《拾遺記》並唔係歷史證據，而係一部充滿時代特色同文學想象嘅志怪經典。宛渠國嘅故事係一個用高超文學技巧包裝住歷史人物心理同時代幻想嘅傑出創作。我哋今日會覺得輪波舟似飛碟，鹽石似新能源。《拾遺記》對秦始皇時期高科技物品嘅精確描寫，令到呢位秦朝皇帝嘅一生蒙上更多神秘嘅外星文明色彩。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歡迎你留言、讚好、訂閱、分享。下集我會講死過一次先懂得愛自己嘅 Anita Moorjani， 佢嘅瀕死經驗以及重生後嘅奇蹟。我係619，約定你。